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，不要耽误他的时间。第二个，让他能够好好休息，要做理智的粉丝。第三个，不要打扰机场的公共秩序。第四个，要给他让一条路出来，他还要赶着去录制节目呢，真的是太疯狂了。好，您看到是粉丝堵得水泄不通，迪玛希是寸步难行。我觉得真的是，现在迪玛希的脸上有一点点尴尬，然后保持着微笑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内心 OS 说：“好气哦，路都走不了了。”好，看到慢慢的开始走开了，依旧是有比较理智的粉丝在前面为迪玛希开路，后面粉丝是一个姿势，手机拿起来。我建议粉丝下回你们那个手机壳可以买个带绳子的，然后呢把手机挂在脖子上，以免一个不小心手机就被偷走或者被挤掉地下了。看娱乐。尖叫一声！这不脱，我不脱，对吧？我就不脱，他别把我脱了就行。他对“脱”这个词有点敏感。对。我刚才看我们跟他说脱了吧，然后什么才脱了吧，就有点敏感。对。那你说为什么会签这个？正好颜色就上。你又没签到？没有，我看一直在签，我就没签到。我俩人基本到身体好。我看我今天就是了解大操作是吗？怎么样？